各位觀眾，新年快樂！祝大家身體健康。我係 Heidi， 今集將為你精選並報道2025年12月27號至12月31號澳洲嘅重要新聞與時事。喺節目開始之前，想先提醒大家，我哋有一個2025年澳洲重大事件系列，帶你回顧過去一年澳洲喺各方面嘅重大事件，並深入探討呢啲事件對我哋生活嘅影響。如果你有興趣，可以到我哋嘅播放清單裏面查看內容。今集內容包括邦大襲擊後續，政府檢討保安機制，家屬要求皇家調查被拒。郵輪喺巴布亞新幾內亞沿岸海域擱淺，航行安全再受關注。多地極端天氣侵襲，熱帶氣旋、洪水與異常天氣接連出現。2025悉尼至霍巴特帆船賽 Min River 驚險奪冠。各地跨年慶典圓滿落幕，安全部署同社區精神成焦點。詳盡報道馬上開始。邦大襲擊後續，政府檢討保安機制，家屬要求皇家調查被拒。Bondi Beach 襲擊事件發生之後，餘波仍然持續影響澳洲社會。警方最新調查指出，涉案兇徒屬於單獨行動，目前冇發現同任何國際恐怖組織存在直接聯繫，但事件已經引發全國對反恐情報、公共安全及社會凝聚力嘅深層討論。聯邦政府已經宣布啟動全面檢討，將會審視情報機構喺事發之前係咪有忽略任何可疑跡象，以及唔同部門之間嘅資訊共享係咪存在漏洞。同時，受害者家屬亦都直接向聯邦政府要求成立皇家委員會，但係總理明確拒絕咗家屬嘅要求。佢表示會透過由前情報局局長主導嘅獨立檢討機制，快速進行調查，並且提出改善建議。受害者家屬就強調，政府唔能夠只係停留喺調查層面，建議應推出更具體防範同社區支援措施，例如增加公共場所嘅安全巡邏同監控，強化跨部門情報協調，提供心理輔導同社區重建計劃，以及喺多元文化社區推行教育活動，以減少族群對立與仇恨。事態持續發展之際，多名政界人士同安全專家呼籲，有關改革必須喺保障公眾安全與維護公民自由之間取得平衡，避免過度收緊措施而影響社會正常運作。同時，事件亦都引發社會層面嘅連鎖反應。多個社區團體同埋宗教組織表示，近期針對穆斯林同埋猶太社群嘅仇恨事件明顯上升，部分社區人士憂慮社會情緒正逐漸被恐懼同不信任影響。喺踏入新一年之際，邦大事件唔單止係一宗襲擊事件，更加成為澳洲應點樣面對極端暴力、社會分裂同公共安全嘅重要考驗。呢個事件並持續引發政策同社會層面嘅廣泛討論。郵輪於巴布亞新幾內亞沿岸海域擱淺，航行安全再受關注。澳洲探險郵輪 Coral Adventure 近日喺巴布亞新幾內亞 PNG 沿岸海域航行期間發生擱淺事故，事件引發公眾擔憂於該區域航行安全問題。事故發生嘅時候，船上載有百幾名乘客同埋船員，好彩冇人受傷，船身亦都冇即時出現嚴重破損。根據相關嘅資訊，郵輪喺接近沿岸水域嘅時候觸及淺灘同珊瑚礁石，導致船隻一度無法繼續前行。當局隨即展開應變程序，確保乘客安全，並評估係咪需要安排拖船或改變郵輪航線，得以繼續航行。雖然船隻仍未能夠脫離困境，但係約有80名乘客已經安全撤離郵輪，並且乘坐小型客船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，然後再轉乘包機返回開恩茲，提前結束航程。相關海事部門亦都已經介入調查，釐清事故成因，包括航道規劃、天氣狀況同導航判斷是否存在問題。值得注意嘅係，呢一次擱淺嘅 Coral Adventure 郵輪，早前亦都曾經發生安全事故。2025年10月，郵輪停泊喺 Lizard Island 期間，一名80歲旅客喺島上面散步之後，未能夠趕及返回船上邊，被遺留喺島上。事後佢嘅遺體被發現喺島上面。呢一個事件引發當局對郵輪喺乘客管理同安全程序上作出調查。而今次嘅沿海海域擱淺事件，亦都再次引發有關部門及公眾對探險型郵輪嘅風險管理問題。
有專家指出，南太平洋部分海域環境複雜，包括強風、洋流同埋淺灘等自然因素，對船長操作同導航系統嘅要求非常高。因此，郵輪營運方喺行程設計、風險評估同安全安排上有責任需要更加審慎，以保障乘客安全。事件雖然冇釀成重大傷亡，但喺旅遊旺季同埋新一年假期前夕，已經為郵輪安全監管同海上風險管理敲響警鐘。多地極端天氣侵襲，熱帶氣旋、洪水同異常天氣接連出現。截至1月1號朝早，澳洲多地仍然受極端天氣影響，從昆士蘭北部洪水到西澳氣旋、塔斯馬尼亞以至東南部各州，均出現唔同形式嘅惡劣天氣。氣象局提醒市民注意安全，並且提高警覺。喺西澳北部，熱帶氣旋希莉喺12月30號晚上登陸 Kimberley 海岸之後，已經逐漸減弱為熱帶低壓，但沿海社區仍然遭受強風同埋暴雨侵襲，多地出現樹木倒塌同埋局部地區性洪水。當局提醒居民喺惡劣天氣情況下應該盡量減少外出。市政府同應急團隊已經着手清理街道上嘅倒塌樹枝同埋其他障礙物。現階段雨勢逐漸緩和，但沿岸風雨仍然可能帶嚟安全風險。喺海岸另一端，昆士蘭北部洪水災情嚴峻，受低壓槽與季節性低壓系統影響，多個地區連日降下豪雨，造成河水暴漲，多條公路被洪水淹沒，部分城鎮同外界隔離，社區同農牧區亦都遭受嚴重破壞。當局證實，洪水已經奪走一名70幾歲男子嘅性命，佢嘅汽車喺湧上路面嘅洪水中被發現，事件再次凸顯洪水帶嚟嘅致命風險。政府部門持續發布洪水警告，呼籲居民避免涉水行車或者係步行，並且留意道路封閉情況。部分地區喺短短數日內錄得數百毫米雨量，救援同埋清理工作仍然喺進行中。氣象局指出，熱帶氣旋季仍未結束，而北部嘅季節性低壓系統可能帶嚟進一步大雨，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氣警報同道路安全資訊。而南部地區就呈現熱與冷嘅對比，西澳多個地區喺聖誕節前後出現酷熱天氣。喺聖誕日，氣象局錄得帕斯氣溫達到攝氏39度高溫，為西澳居民帶嚟一個酷熱嘅聖誕日。而塔斯曼尼亞山區喺聖誕節前後曾經出現罕見嘅夏季降雪情況，喺 Mount Wellington 700米以上地區飄落雪花，為當地居民同遊客帶嚟不一樣嘅冬季景象。呢一連串極端天氣事件顯示，喺夏季期間，澳洲各地面臨唔同類型嘅氣候挑戰，包括強風暴、洪水威脅、熱浪同罕見降雪，提醒民眾密切留意氣象預警並做好防災準備。2025悉尼至霍巴特帆船賽 ，Mean River 驚險奪冠。2025年第80屆悉尼至霍巴特帆船賽 Sydney to Hobart Yacht Race 幾經波折後塵埃落定，最終由雙人船組合 Mean River 獲得總成績冠軍 Tattersall Cup 寫下歷史。呢艘由江林 Zhang Lin 同 Alexis Lawson 共同掌舵嘅船隻，唔單止成為第一艘雙人船奪得總冠軍，更加係第一艘由女性掌舵者帶隊贏得總成績嘅帆船。比賽原本由法屬新卡里多尼亞船隊 BNC 領先，憑最佳修正時間幾乎奪得總冠軍。然而喺賽事委員會對 BNC 喺終點階段嘅風帆設置提出抗議之後，國際裁判小組裁定 BNC 違反帆船操作規則 Australian Racing Rules of Sailing， 並對 BNC 處以1小時5分鐘罰時。呢一裁決使 Mean River 嘅修正時間超越 BNC， 最終獲得總冠軍榮譽。Mean River 喺12月30號約下晝5點完成整個628海里賽程，經歷近4日時間橫渡塔斯曼海到達霍巴特，整個過程充滿挑戰。江林亦都喺賽後感謝拍檔 Lawson 嘅出色表現，並稱讚佢係不可多得嘅好夥伴。此外，雖然 Master Comanche 以最快速度率先衝線，取得 Line Honours 榮譽，但賽事總成績冠軍仍然係由 Mean River 奪得。呢場經典航海賽事不僅考驗帆船操控與耐力，亦都吸引全球帆船迷關注，係澳洲備受矚目嘅年度體育與航海盛事之一。各地跨年慶典圓滿落幕，安全部署同社區精神成焦點。
澳洲各大城市喺琴晚12月31號迎接2026年跨年慶祝活動，盛大煙花匯演同街頭慶祝喺人潮與安全部署下圓滿落幕，全國各地洋溢歡欣氣氛。喺悉尼海港，跨年煙花匯演吸引大量民眾聚集，悉尼大橋同歌劇院上空燃放耀眼煙花，象徵住新一年嘅開始。由於最近邦大海灘襲擊後嘅安全憂慮，新南威爾斯政府同警方提升保安部署，並且鼓勵民眾以慶祝形式展現城市團結與堅毅精神。跨年倒數嘅時候，悉尼海港氣氛熱烈而隆重。尋晚喺墨爾本 CBD 亦都舉行咗煙花與激光表演，主辦單位喺市中心多個觀賞點燃放煙花，加上節奏感強烈嘅燈光效果，吸引超過50萬人參與盛況。而喺布里斯本河畔多個地點亦都有舉行跨年煙花，並安排多場親子演出同主舞台表演，營造歡樂氛圍。至於首都堪培拉河畔，尋晚舉行咗於堪培拉有史以嚟最大規模嘅跨年煙花表演，兩場煙花分別喺夜晚9點同埋凌晨12點燃放，大約有5萬人聚集迎新。此外，喺南澳等地亦都有主題慶祝活動，展示地方特色。而喺偏遠地區，例如 Cameron Corner， 因為呢個地方跨越3個時區，當地人可以連續倒數3次嚟迎接新年，非常特別。隨住各地迎接新年嘅慶典順利結束，澳洲正式踏入2026年。今集嘅節目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喺新嘅一年，我哋會繼續陪伴你，了解澳洲嘅重要新聞與資訊，同你一齊掌握最新動態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記得按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並且分享俾親友。祝大家新年快樂，事事如意！